国小王子遇上孙悟空，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啊 ，My Fleur， 我很喜欢你啊，我会来了，你好吗？好，等一下我要跟你吃一点药。黄武山的声婉然布袋戏团排练教室里，2位团员特别抢眼。Lorenzo 用古典音乐伴奏，而来台4年的 Lucy 最爱小旦，需要细腻难度的旦角梳头，有模有样。她还包办了所有的服饰设计。金发碧眼的他们走在校园巡演时，造成轰动。So crazy， 大家都很疯狂，去追着他们跑，这样非常好奇，怎么外国人去学布袋戏？传统布袋戏结合法国文化，然后用客语发音。黄武山跨越疆界，让艺术不受框架。我一直传统，我不是那种很流行的，对啊，就加一些小说，包括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，甚至伊索寓言我会改过。口白生动有趣，即时性的演出跟观众互动，用最自然的方式教育小朋友学习看戏。小朋友没有办法去听得懂，包括他港开一，包括京剧、寡戏这些台词，但是你要让他吸引，让他有兴趣，你就必须要加他们懂的语汇。黄武山坚持培养观众比培养好的艺术表演者本身更重要，艺术不能孤芳自赏。舞台戲，舞台戲，舞台戲，哎，大家通下來教啊！錯，人多較神奇然後哦。我說大家一起來玩，人多比較有趣，錯，對不對？這真的是需要大家共同再參與的。嗯，哎。说布袋戏，大家都知道史艳文，不过黄武山非常感慨，其实布袋戏观众的年龄层出现了很大的断层，所以他现在极力培养小朋友观众，只要看过、听过，感到有興趣，那布袋戲的傳承就有出路了。聽下來教啊，唔到較神奇；聽下來教啊，唔到較神奇。